不是我催您了，我刚刚和康琪约好了。哦，那好，那我走了啊。好，再见。阿姨慢走。沈夫人摆明了就是制造机会，让你跟沈康琪在一起。算了，要不是他妈亲自来求我，这杯酒也可以省了。其实沈康琪这人挺不错的，家庭背景好，又有点音乐才华，和你挺相配的。啰嗦。好好好，我走了。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。这女人呐，不能总形单影孤的，身边要有男人陪。喂，喂，向北哥，你在哪儿？在家呀。向北哥，出来见个面吧。这么晚了，万一被你的粉丝、被那些记者看到，那不好吧？算了。不行，今天晚上我就是想和你喝一杯。我酒店附近的酒吧，你知道的。而且我想要一束花。如果我今天看不到你的话，明天我就要到外公那里去告你的状。好吧，我一会儿找你吧。姨爹，干什么呢？莲妈，这个就是陆向北小时候啊，还挺熟悉的。是，那是他7岁的时候。你们当然熟悉了，最近没少吵架。小时候不是挺可爱的吗？长大了凶巴巴的。来，吃水果。哎呀，要是每个人呢，永远长不大就好了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哎，最近是不是因为向北跟男朋友闹得不开心呀？可能这不是他的本意，但是结果就是越来越糟。不过我看他也不像坏人，他的眼神还是挺清澈、挺亲切的。哎呀，这么多年，我跟向北相处的可融洽了，可是我还是看不透他。我总觉得我们俩好像隔着什么。不怕你笑话，我们俩呀有禁区。禁区？他很乖巧，也很聪明，对我也很亲密。可是我明白，在他心里，我永远也比不过他的亲生妈妈。梁妈，你别这么说，你在向北心里很重要的。他不管多累、多忙、多晚，他都一定会回来陪你，这就已经足够了。是的，他是很孝顺我，可是他对我越好，我怎么就越担心呢？担心什么呀？我收养他的时候，他7岁，可他从来都不跟我说他7岁以前的事情。我就是担心他7岁以前的事情会不会影响他的心理健康，会让他不开心。还有，他为什么在华彩集团干得好好的不干了，突然到你父亲的公司去了呢？难道他没有告诉你为什么吗？没有，我们俩的事啊，他从来不跟我商量的，我也习惯了。不过呢，我儿子很聪明，妈妈呢傻一点儿也是应该的。我还是想请你帮我一个忙，我真的是很想了解我儿子心里是怎么想的，我特别想让他真心的把我当成他的妈妈，所以你到他公寓的时候帮我留心一下，看他到底在干什么，还有看他为什么突然辞掉了华彩的工作。梁妈，我现在跟他闹得那么僵，他还让我去公寓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了解我儿子，他不会因为一点小事去麻烦你的，你放心。倒是你，
因为向北跟自己的男朋友闹得不愉快，我是不是有点太勉强你帮我了？没事，我要学着公私分明的嘛。我男朋友的事呢，我自己处理好。陆向北这边，我尽量帮你打听，好吧？嗯，谢谢你。看什么？坐啊。喝什么？你今天晚上很漂亮，不用喝我就已经醉了。服务员，给他来杯冰水，让他醒一醒。看什么？别搭理那些人。你已经习惯了万人瞩目，可我是个小老百姓，这么多双眼睛盯着看，总觉得自己好像没穿衣服似的。你说习惯，算是说到点儿上了。什么事情最后都会变成习惯的，比如说失恋。难怪你想请我喝酒，是我妈叫你来的吧？我劝你，男人应该潇洒一点，有那么拿不起放不下的吗？毕竟一念是我的初恋，每个人对初恋的感觉都是刻骨铭心的。看不出你还蛮专情的嘛。不过你再怎么专情，再怎么坚持，恐怕都过不了你妈那一关吧。现在的问题恐怕不是我妈，是我和一念之间。这几天我想了很多，总觉得我和她少了点什么。是你和他少了点什么，还是他觉得你少了点什么？我也说不上来。如果他觉得你缺了点什么，那你可以告诉他，你什么都不缺，是他缺了点眼光，不懂得欣赏你，接受你。我怎么觉得你不是在安慰我，是在安慰自己啊？难道你也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？啊，对了，上次你作曲的那首歌我已经录了小样了，新专辑应该马上就可以面世了。是吗？那恭喜你。是你作的曲，也恭喜你。干杯！你好，英英小姐，我们送花给你。放下吧。送花的人呢？他把花交给我，人就离开了。谁稀罕你这个破花？来，今天晚上不醉不归，谁也不许先走。阿姨，康琪在吗？不在。
我知道我们之间有点误会，但是我希望你能让我见一见康琪，我有话要跟他说。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我们康琪不是已经跟你说清楚了吗？说什么？看来我儿子脸皮薄，不肯当面跟你说清楚。他已经不爱你了。不可能，康琪不是这样的人。哎呀，童一念，别说你是童一行的女儿，就算你不是，你们也不是一路人。哦，我儿子已经有新的女朋友了。新女朋友？看到了吧？康琪昨天跟茵茵在一起，你呀就死心吧。昨晚聊得挺开心的，下次我请你喝酒。好啊，茵茵。茵茵，阿姨，不好意思啊，让您专程出来等我。哎呦，哪里呀？哎，我们进去说。好啊。康琪，快点进去吧。妈，你们先回去吧。哎呀，有什么好说的呀？快点回去。阿姨，我们先进去吧，让他们聊聊。好吧。阿姨说的是真的吗？你一整个晚上都跟茵茵在一起？我想我们还是冷静一下，给对方多点空间好吗？难道你觉得我没有给你空间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不要吵架了。这几天，我一想到你跟陆向北在一起，我心里就特别不舒服。那你一整个晚上都跟茵茵在一起，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？你怀疑我跟他？3年了，我们用3年的时间来了解彼此，但是你还是不了解我。那你了解我？你也应该知道，我跟陆向北在一起什么都不会发生，而且他还劝我好好跟你解释解释。没想到你们在一起缠绵了1个晚上，变得对彼此难以忘情了。你们要天天在一起才觉得舒服吗？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会说出这样的话。我也没有想到。自从我从非洲回来，你就一直做伤害我跟我家人的事情。我想，我们没有意义在一起了。这段感情我真的很累啊。一念，我们分手吧。你说什么？从这一刻开始，你自由了，你再也不是我沈康琪的女朋友了。想你已经知道我又在背后做了些什么，你现在一定很生我的气，我也不敢去找你。向北，同知行吃人不吐骨头，比沈孟德更难对付，你要小心点儿。不过不论你走到哪儿，我小马随时准备为你开路，等你消息。别着急，4号，他在华在红下，说不定再完美一会儿不久。
就是，听说董事长还没给他安排项目呢。还不止呢，听说连秘书都没正式给他安排过。这样。陆副总早。早。你好像是陈总的秘书，是童董把你调过来的吗？是暂时调过来的。哦。童董回来了吗？还没有，董事长只是让我转告陆副总，让陆副总在办公室里等着。好的，你先去忙吧。好的。一朵，你不去干活，你站在这儿干什么？走。哎呀，一念一大早就出去，我担心他。一念，哎呦，你打个电话给他嘛。我打了，就是不接。哎呀，他是不是去找沈康琪了？我就担心这个，他昨晚着凉，咳嗽咳半天，我给他买药他还不吃。嗨，一念这个孩子就是太执着了，平常慢条斯理的，钻起牛角尖真烦人。哎，你再打几个电话找找他，我进去安排一下。哦。爸爸今天出院了。我知道。爸爸为了这个家，这些年一直很操劳。我懂。我希望能理解他们的苦心，他们也是为了你好。姐，我最近很烦。早上的时候，我虽然没有出门，但你和那个叫一念的女孩子在门口发生的事情，我都知道了。我们已经分手了。感情是两个人的事情，走到今天，你们两个人都有责任。姐，你跟姐夫在一起，有没有后悔过？当年，妈妈不同意我和你姐夫在一起，说了很多伤害他的话。你姐夫自尊心又强，就跑了出去。我为了追他，就出了车祸。现在想一想，其实也挺没有意义的。姐，那是个意外。姐夫这么多年陪在你身边，我相信他是爱你的。他陪在我身边，是因为爱，还是因为内疚呢？用一双健康的腿去换取一份幸福，这样的代价未免太大了。我懂了。我觉得和一念分手是对的。这样的话，我和他都不会痛苦了。你好好待一待，想一想，我们出去。一朵，找到一念了吗？我问了好多人，都说不知道。还有这沈康琪居然关机了。哟，一念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啊！看后面。我还有样东西要送给你。什么东西啊？
做我的女朋友吧。做你的女朋友有什么好处啊？如果冬天你手冷了，我可以帮你暖手；如果夏天到了，我可以帮你扇扇子。秋天我们去采摘的时候，我累了，你可以背着我走。春天来了，我们可以相濡以沫，共闻花香。难道这些话你都忘了？3年的感情，一个累字就全都丢下，你真的好可惜。董董，江北，怎么样？最近在办公室里待闷了吧？董董故意把我搁在办公室里，应该是希望让我的心能静下来吧？是的，心静，才能站得更高，看得更远。是。你知道这里以前是什么地方吗？是一家小小的家电工厂，后来被一场大火给烧了。若干年后，我买了这块地，盖了这栋楼。童董把一家小小的家电工厂能够发展到现在这样的规模，您的魄力让我佩服。沈孟德今天出院了，华彩的股票又涨上来了。虽然上一次的促销计划对华彩的形象造成了一定的影响，但是它的根基太深了，加上贺子祥的能力，没用几天就稳住了局面，让华彩继续占据了市场第一份额的位置。弃用无能的沈康琪，临危受命女婿贺子祥，看来沈孟德这个人真的不太糊涂。没想到沈家还有一个贺子祥。哎，我就是想不明白，这个沈孟德为什么运气总是这么好。我已经制定了一系列的销售计划，完美很快就会超越华彩。华彩霸占业界第一的位置已经够久了，也是时候让给别人了吧？可是，今年副会长这个职务，我恐怕都没有希望了，还奢谈什么第一、第二啊？童董，你放心，我保证副会长这个位置，今年一定是你的。好，那我就全靠你了。喂，对，是我。什么？依依在哪儿？医院。哎，康琪怎么没来啊？啊，公司有事儿，我让他去帮忙处理了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公司的事一个妇道人家不要插手，叫个子祥不就行了吗？哎呀，我不是为了公司好吗？啊，爸，您就别怪妈了，是我让康琪去的。你听见了吧？别什么事都埋怨我。康华、康琪今天本来都要亲自来的，可是我一想你这是出院，干嘛跟打仗似的？再者说，康华腿也不方便。哦，我前2天在你书房找书，发现有一本厚厚的，像百科全书似的，还有密码。到底是什么？百科全书？对啊。没有啊。你不会有什么秘密瞒着我吧？我能有什么秘密？啊，妈，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，哎，带了密码锁而已，显得很神秘。我从国外带回来的，觉得好玩，我就送给爸了。啊，就是你送我那个像字典的那个。啊，对，就是那个。嗯。哈，原来是你呀！就喜欢送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骗人。哼，难怪我们康华会上当受骗。
请问童一念在哪个病房啊？在急诊病房。哦，好，那边。谢谢。好。你愣着干什么？走啊！哦。一念，怎么了？这是？梁妈，对不起，让你们担心了。哎呀，一念，你现在就别说这个了。你怎么好好就晕过去了？到底怎么了？快说呀！我跟康琪分手了，这一次真的分了。哎呦，这死沈康琪还搞什么呀？不怪他，是我自己没有。我是不是很没用啊？瞎说什么！你告诉我谁欺负你了？我觉得我自己特别没用，我现在是所有人的累赘，就连康琪也觉得跟我在一起很累，他不要我了。一念，不要就不要了，让女人伤心的男人都不是个好东西。娘妈。我出去一下。一朵，沈康琪人呢？你谁呀？我问你们，沈康琪人呢？一朵，你不要激动。哎，沈康琪还是胆小鬼吗？招了一念的心，然后就躲起来是吗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我儿子跟那个女人分手是正确的选择，还有什么要礼貌没礼貌，要修养没修养？他们分手啊，我举双手赞成。阿姨，你不觉得你很过分？你怎么这么势利呀？你真以为大家都稀罕你们家臭钱呐？你难道我有说错吗？你从一开始你就嫌弃一念的工作，然后又嫌弃他的为人，你很了解一念吗？你凭什么批评他呀？你到底有什么了不起？看你衣冠楚楚的，你骨子就透着一个字——怂。你，老公，你看他，是你让康琪和那个女孩分手的？你听他胡说八道呢，没有。哎，老公，切。医生，我女儿她没事吧？啊，她只是感冒，没什么大碍，休息几天就会好的。好啊，又是暗恋啊。爸爸，我没事了，你回去吧。依呀，你看你像什么样子？哪像我童之行的女儿啊！不行，你得跟我回家住。我不想看见你在外边流浪，就这么定了。哎，童先生，你怎么出来了？一念呢？啊，他还好。大妈，一念的那个朋友叫一朵的，他在哪儿啊？我不知道啊，他……哎，你们怎么都在这？一念怎么了吗？没什么，我刚才出去给一念打了点粥。一朵，是这样，我要接一念回家，我想请你到我们家去住。去你家住？怎么，你不想陪一念吗？不是，我不是那意思啊。我跟一念情同姐妹，我照顾她也是应该的啊。只是让我去你家住，那我去上班不就很麻烦了吗？没关系的，我放你假，你放几天都可以的。哎呦，梁妈，我不是那意思。
一念他虽然他不是一个很好强的人，可是他也是一个有志气的人。如果因为他自己的感情事而影响到我的工作，他会很自责的。刚才你们不也听到他说，他觉得自己是个累赘吗？如果真的照叔叔说的去做，那他就会觉得沈康琪骂他是骂对的。这可不太好办。我说你们现在年轻人怎么就这么较劲？童先生，你别着急。李朵，你刚才说的是对的，可是也不完全对。我知道一念他是一个懂事的孩子，他要知道你去照顾他，他坚决不领情，你也会伤心的。这样，我去见见一念，你就去陪他几天吧。我给你安排一个特殊的时间上班，好不好？好，大妈，我谢谢你啊。真的？那我可以去住豪宅？看吧，你乐，这下让你住个够。不过不要乐不思蜀，遵命。那个茶已经泡好了，给你赔个罪。是外公指使你的吧？外公给我打电话之后，我也犹豫一阵子，将八卦周刊的事儿嫁祸给你是有点过头。但仔细一想吧，外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，他觉得你太过关心童一念了。别瞎说。跟仇人的女儿发生感情纠葛，到时候痛苦的可是你。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跟他发生感情纠葛了？我觉得你跟他走得太近了。我觉得你跟外公走得太近了。因为外公小时候常常请我吃糖嘛。那你去抱外公的大腿啊，别来找我啊。哎，别，给个机会戴罪立功行不行？过2天呢，就是副会长重新选举的日子，我们要帮童之行坐上副会长这个位置。时间有点紧吧？时间紧也得想办法呀，否则什么都不用说了。还有，我要安排你进完美，先跟着我，然后找个机会接近童知晓。从童知晓入手啊？越脏的人越好下手。明白。其实我一直想知道，当年童之行到底对你们陆家做了什么。别说你了，我也想知道。外公跟我说当年我们陆家的工厂在业界可以呼风唤雨，童之行还只是我外公的一个徒弟，但最后他吞并了我们陆家的所有产业。外公一直觉得童之行背后一定有一个隐形的帮手。外公说了，只要我能找到这个隐形的帮手，我就可以知道为什么童之行是我们陆家头号的敌人。你和英英怎么样了？没怎么样。外公一直说，英英对我们来说很重要，想要彻底扳倒沈梦德，就需要这颗棋子。所以呢，我就要跟英英好好的在一起嘛。我知道了。向北哥，英英，今天晚上你有时间吗？怎么，你终于想起我来了？那天为什么溜走啊？我们能见个面吗？好啊，我等你啊。
向北哥，你终于来了，快进来。但是我们以前已经试过在一起。我知道，后来你要跟我分手，说我给你的感觉很不舒服，把你逼得喘不过气来。那我们就换一种感觉，这样好吗？从今晚开始，就当我们从前从来都没有认识过，让我们重新开始，我们给彼此一个新的机会。我相信我们两个是最合适的，你放心，这次我绝对不会把你逼得喘不过气来。让我们慢慢来，一点一点的，从最简单的约会开始，再到热恋，再到结婚，好不好？所有事情等大功告成之后再说好吗？我现在真的没有心思谈感情的事。那你为什么要来找我？我希望你可以答应我，不要再去找同一面的麻烦。我就奇怪，为什么主动来找我？原来又是为了那个同一面。我要利用他去对付沈梦德。你要利用同一念，他能做到的，我全都能做得到。我哪一点不比他强？我知道你每一样都比他强，但她是童之行的女儿，如果你找她麻烦，那我就会很麻烦，明白吗？向北哥，你知道吗？别人都很羡慕我所拥有的一切，但是他们并不知道，我心里其实很孤单，很害怕。只有和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才能感觉到安全，感觉到快乐。向北哥，我一个人住在这里，真的很孤独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依依，既然回到家里，就好好休息。想吃什么，我让他们给你做。爸，我不吃了，我有点累，回房间休息了。
哎，依依，叔叔，你放心，一定会没事的。啊，一朵，你就安下心来在这住着，你的房间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。谢谢童叔叔。别客气，依依这段时间在外边全靠你照顾，以后就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。叔叔，我一定好好照顾一念的。谢谢你。三姐，你带一朵小姐去看看她的房间。好的。我先走了。嗯。哦，这就是豪宅啊！我要住豪宅了。一念，我没事啊，帮我把窗帘拉一下。哦。再过1秒，我可能就要崩溃，忍不住的泪水依旧枯萎。什么是我要的结果，已无所谓。现在只想放下一切，安静的睡。梦中的梦曾经无数次去追，可最终的选择一路向北。最后什么样的结局已无所谓，现在只想丢掉狼狈，不再后退。为爱回归这种心情那么纯粹，脱掉虚伪，找到真实才最珍贵。为爱回归，把最初的自己找回，你的安慰是最后最美。